待在这里，不要乱动。怎么锁上了？小七，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外面已经打得昏天黑暗了。不行，小七，开锁。不对，我这身上也没办法呀，我下去还不被打得皮开肉绽？现在玩宿主兑换大力丸一颗。轮到我出场了。小心后边。你怎么跑来了？小七，去用烟台。好嘞。晚安。